如果話奶香三文魚係小朋友嘅快樂，咁樣成年人嘅快樂就係烤薯仔同埋拉絲嘅芝士。呢個菜大人細路都停唔到口。三文魚先用鹽同埋白胡椒粉醃10分鐘，大火將三文魚表面煎到焦脆，唔使擔心魚肉太乾，因為後面會加奶油。唔好洗鑊，用剩低嘅魚油炒香蒜頭同埋乾蔥頭，落薯仔粒炒到微焦，倒入牛奶同埋奶油、鹽、黑胡椒粉調味，味道調啱啦，再轉小火燜5分鐘，咁樣土豆先至會軟硬。再倒入煎好嘅三文魚，等三文魚均勻咁裹上一層奶油，上盤後撒上一層馬蘇里拉絲。芝士越多，拉絲就越快樂。呢度有個重點，烤箱只需要開上火，溫度可以喺200至230度之間，取決於你嘅烤箱有幾大功率。烤肉10分鐘，大家嘅烤箱唔一樣，所以時間都唔一樣。注意觀察，烤到芝士表面微焦就可以啦。盡量縮短烤嘅時間，咁樣奶油就唔至於烤乾。一口食落去，奶香、芝士、三文魚、烤薯仔，真正嘅大滿貫。我係蕭南，教你簡單做菜，人見人愛。